是来关心互人抢，结果这个被害者牵拖讲互人挖到中国武汉肺炎，结果歹徒跳落到地走干那飞。高雄坚定这间槟榔摊，暝尾3点钟，一个歹徒举刀啊入来话讲要抢劫，结果查某店员一个调急，讲伊捌互人挖到中国武汉肺炎，歹徒听一个行甲面啊绿色倒退俱乐部，摕柜台现金14,000就做伊走，落尾坐船走去到小琉球，将其尾赶快互警察找着。 警察顺线来到小琉球的民宿，弄门要抓人，想袂到嫌犯无走嘛无抵抗，伫内底困。起来，我高雄市前政分局，啥物代志找你知无？知啊。知影家己走袂去啊，就乖乖啊承认犯案。这个超20岁查甫人，18号半暝啊，举刀啊去抢高雄坚定的一间槟榔摊，佮听到店员讲伊得到武汉肺炎，惊甲钱摕咧就走去。大概14000。哦，啊伊是摕啥？开3刀。 有啊，伊拿那刀啊，甲我的身躯啊，然后我就很怕，他跟我说：“你放心，你几家高才我袂甲你安怎。”槟榔摊查某员工讲话也阁会错，迄当阵嫌犯举一支40公分长的刀啊，走入去店内，甲刀拄伫伊的腹肚，叫伊甲钱交出来。查某店员惊甲软骹，为着保命，就乖乖啊，互嫌犯抢走柜台内底14000外块的现金。落尾伊小可较冷静了后，就讲家己有得到武汉肺炎，嫌犯听到当场惊甲退几落步。 他现在说我是武汉肺炎，有退一步，他要我去厕所，准备要家，就跪他了，我就说不要这样，就帮我手啊。理性的犯险的话哈，将他的作案的赃车停在火车站的附近，朋友相约要到小琉球去深潜。哦，那这个部分的话哈，供词的部分，我们警方还是会做个后续的查证。犯案了后，查甫人为高雄坐火车，才去坐船走去屏东的小琉球畅水味。警方调看200-300支监视器，伫一天内就掌握到嫌犯的行踪，尾啊，甲人抓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